禀小姐，范左使和赵长老果然把那位前辈手中的货全部买走了。那位前辈竟然就是以前给我修炼功法的人。他虽然神神秘秘的，但是人特别好，以后一定要介绍给小姐认识。要是能让他来门内当客卿长老，咱们就不用受制于赵长老和福长老了。我都知道了。小姐，四月不太明白，您为何对范卓两位这样纵容宽待？他们可是一直阳奉阴违，对门主之位觊觎着呢。还有这赵长老、福长老，说是什么新宫来的大人物，哼，那看人的眼神可不规矩了，而且本事也不怎么样啊。就是因为他们押送资财，被人打劫，惹出好大麻烦。亏的是小姐发现了前辈手中这批货源，这才算是补上。若是误了交割日期，咱们损失可就大了。经商最忌失信，他们知道亡羊补牢，也算是有心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还为他们说起话来了呀？那咱们之前被劫走的货物，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此事没有那么简单。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要继续修炼了。哦，四月，这段时间你就留在门内吧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是，小姐，你也小心。聪明终究会反被聪明误目，可若不借助这些本不属于我的力量，又如何能复仇？禀大长老，赵征应当已将遭遇隐上门的事情泄露给对方了。他们找了这么多年，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。如此一来，这个赵征却是物尽其用了。你是如何笃定那人一定会来？隐上门喷出极阴岛这桩陈年旧事，知道的人本就不多，也就是当个恩怨故事听听。但一沾上虚天残图，意义就不一样了。你这丫头，看来这些年长进不少啊。老夫只是稍加点拨，你竟然连这其中关键都调查出来了。子陵不敢当，还是大长老神机妙算。极阴老怪闭关许久未出，眼下是乌仇主事，还请大长老为子陵做主。哦，还惦记着复仇呢？你倒是个孝女，筹划了这么久。说吧，需要什么帮助？谢大长老成全。子陵已有些不知，只是想求个后路。若是此次事有未逮，妙音门上下还望大长老能予以庇佑。
你且放手去做吧。不过，老夫还是要提醒你，再多设计，到头来还是要以力服人。万勿小觑了你的对手。子陵谨记。去吧。是。门主，师姐辛劳。那2个恶人没有发现你们的行踪吧？哼，那个老东西，老娘略施小计就拿捏得稳稳的。赵征找了几个助拳的结丹修士，下了点本钱，歇倒那些人，怕是要受罪了。若是让他们斗得两败俱伤，也好消消这2人的气。门主，适才见你愁眉不展，难道此间另有隐情？是啊，这结案未免也太巧合了些。赵征为何毫无察觉？2位师姐既已经猜到一二，子陵也不必瞒着你们。不错，此事确实另有内情，却是星宫授下的一桩秘辛。谢导之人的真实身份，也是大长老逐一泄露给赵征的。他充其量只是个诱饵，此次我们要对上的是极阴岛。门主这句话，我们已等了多年了。世间种种，无非名利二字。修士虽是方外之人，也不能免俗。贪念一起，力令智昏。明知是陷阱，也多半是要往里面跳的。2位师姐，此事环环相扣，我们当如此这般。这伙前辈可以将在下放下了，我要和2位师姐说几句话。暂去无妨。果然是他。2位师姐好兴致，不过今日可是我妙音门移至对外的大事，还请2位放下平日些许局域，与子陵联手应对。师妹尚未接任门主，倒是会使唤人。师妹有请，我这个做师姐的自然要给面子，不像某些人以色示人惯了，恐怕学艺不精，莫要拖了大家的后腿。你，哎呀，门主，这几个助拳的修士怎么办？我这边的2个人都只出工不出力，多半打起来就会逃了。如此更好，咱们依计行事。诸位前辈道友，今日相助之情，小女子敏感五内。只是此次只为讨还公道，并非要争个你死我活。若是情势不利，诸位还请自保为上，千万莫要赔上性命。
这三女的关系似乎不像坊间传闻那样不和，反倒是那两位长老，看来与他们不是一条心呢。出发。门主，这阵法也太过简单了。诸位道友，贼人藏身之处就在这儿了。好贼子，还我门下弟子命来！哼！这几人还有所保留，他们在等什么？出手，在等什么？是时候。门主，妙音门弟子，先退。怎么不打了？死丫头！还有姓范的贱人！你们二是联手算计于我！赵长老，你以我妙音门客卿长老的身份，欺瞒贪墨，巧取豪夺，意图勾结极阴党，
篡夺本门基业，今日正好清理门户。你们3人的那些争执，难道都是演出来的？你们平日仗着胸围欺压我们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日？只怪你太过小觑了我们这些女子。死丫头，你说我勾结极阴岛，证据何在？啊！别忘了，我乃是新宫特使，若是死在这里，你妙音门是脱不了干系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没有新宫的默许，我会动你们2人吗？得知孙门主的消息，一定会向极阴岛通风报信，引得乌丑前来，正好一网打尽。我妙音门痛失客卿长老，正好要请新宫主持公道，讨伐罪魁祸首极阴岛。紫灵门主，做得好生意，希望你别忘了此前的承诺。老夫对不住了。休走！住！你！欺人太甚！诸位前辈，此事复杂，只怕赵征会有极阴岛的援军，接下来难免要与他们交手了。还请各位前辈再助小女子一回，我妙音门必有重谢。死丫头，看在汪老弟的面子上，本座今日自然是奉陪到底的。那孟某也舍命陪君子了，不是陪淑女了。王小姐，久违了。厉前辈，果然是你，我一直在找。前辈结单了，太好了。这位前辈，此前不管那姓赵的答应了前辈什么，紫菱在此许诺一应不少。若是前辈愿意出手，紫菱还可以额外答应前辈一个条件，前辈可以考虑好再行决定。不是不信门主承诺，但还请容我再观望一下。毕竟极阴岛势大，非赵征一伙可比。不知门主有何对策？极阴岛的倚仗，无非是元婴修士极阴老怪。据我所知，他的寿元已所剩不多，眼下正在极阴岛闭生死关，对外事宜全都交给乌丑处理。对付此僚，在场的诸位和孙门主一行联手，足矣。此战紫菱有些把握，但也可能会有变数。若是情况不对，前辈可自行离开，紫菱自有脱身之法。自然，不过赵征那次答应我的天雷烛怎么办？此前被那孙门主劫走了，接下来还要联手对敌，恐怕不好拿回来了吧？原来前辈想要的是此物，无妨，紫菱用别的天地灵物与他交换便是。若是他不肯换，紫菱也有别的办法。如此甚好。前辈，这些年，你……
极阴岛的人一直在寻你。老丫头，看来是老夫低估了你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留你。